低氣壓經過咱台灣南部這幾天天氣攏真無穩定。昨暗時講高雄的海峽有一隻外國的遊輪，因為機械故障失去動力，全櫃的吊船全艙入水，船頂有9個船員攏吊佇咧船頂。昨暗還閣透北極風，海湧增加3公尺懸，海巡人員是開點外鐘的時間，才順利把全部的人攏救落來。寶瓶仙號。船艙進水現象，現在他們已經放下救生艇，人員還在船上。海巡人員豆豆挖緊故障的遊輪，準備開始救人。此時暗時10點，高雄米島西南港海峽一隻聖克里斯多夫級的遊輪，因為船撇來車身斷氣，失去動力，幾隻船啊，和海景拍來拍去，隨時有冰準的風險。海巡署第4海巡隊隨派巡公艇去救人，因為暗時海上真歹，海湧懸閣透北極風，海巡人員除了愛甲船駛穩以外，閣愛看準時機，甲船員一個一個接過來。兩個過來啊，2個。3個，小等下，4個，慢隻，好慢嘞。海巡開點外鐘的時間，總算是順利甲船頂的9位船員攏平安救落來，無人受傷。海巡表示，遊輪全艙入水，狀況危急。因趕到櫃的時陣，船員已經準備要跳起細隻船啊逃命，加載有即時救援。另外，遊輪船頂有13棟的柴球，甲200粒的烏油。海巡也派巡防艇佇個邊啊監控，同時聯絡航港局來處理，避免冰船污染海洋。遊輪目前沒有翻覆危機，已通報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聯繫拖轉前往拖帶，提醒附近經過船只多加注意。海巡表示，目前9位船員攏先安置佇咧隊部，因為低壓經過，南部的天氣無穩定，海上的風景真大。目前航港局的拖船已經把故障的遊輪拖來到高雄港外10海里的所在，會繼續拖去安全的海域。記者柯家族、邱朝陽高雄場報道。